昨晚5月13日，513大停电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台电有一个工作人员昨日进行这个输电扩充工程测试的时阵，无设置去开到隔离开关，致使回流排接地来故障，进一步造成兴达电厂机组全咧跳起来，造成全台湾大停电。台电的董事长杨伟虎已经自请处分。如果有涉及我们台电的员工，那我们该惩处就惩处。那台电公司董事长也已经跟我表达要自行处分的态度。那现阶段呢，我们就是把电力系统的问题处理好。那惩处的程度，我们会等到调查报告出来以后，再做相应的处理。那呢，针对民众部分要安怎赔？王美花讲会直接靠电费钱，相关的机制台电会详细说明。经济部会成立电网的改善小组，由这个王美花做调集人，作为改善系统风险。唔那新的电网开发，嘛要兼顾到电网的安全。